Hello，Hello，Hello，咦，校啱個位先。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咧係2025年嘅6月16日啊。我校啱個位先係星期二。咁啊，有個新聞其實琴日嘅，不過咧今日就真係登咗個報紙。Slisla，我其實拎住個報紙嘅，咁所以咧就同大家講下。標題咧就係協助抗港至潛逃兩男女罪成啊！呢個咧係根據《星島日報》嘅報導啊。細標題就不問價錢租船，秘赴澳門，官子必知情。內容簡報：名媛蔡天鳳2年前遭肢解碎屍案。案發後，遊艇公司41歲嘅男職員以及29歲嘅無業女子協助死者嘅前夫抗港至潛逃被控。裁判官陳志輝16日喺九龍城裁判法院裁決指出，雖然根據證據無法肯定涉案 Alex 就係抗港至，一般人如果唔係犯法，唔會忽然緊急咁秘密咁租用呢個船隻前往澳門嘅，又唔問價錢。推論兩人必然知述 Alex 可能逃避警方嘅追捕或者法律嘅程序，裁定二人罪成，還押到本月27日判刑，以待索取背景報告。即係6月27日咧就會判刑啦。咁啊，根據《星島日報》嘅記者陳子豪喺香港嘅報導，陳官呢就裁定啊，所有控方嘅證人誠實係可靠嘅，實話實說，直接又清晰，盤問下就不受動搖。而41歲嘅遊艇公司男職員林信喺錄影會面當中交代，同29歲嘅無業女子潘巧賢相識最少6-7年㗎喇，一直都保持聯絡。另一涉案人物就叫 Ivy， 林信呢就同我認識咗3年，好少聯繫嘅。案發嘅時候 ，Ivy 就經過被告潘巧賢聯絡林信，為朋友 Alex 租船。林信喺錄影會面當中就話：我都唔知發生咩事，而且最後都冇租到船俾嗰個人啦。林信就冇作供或者傳召證人，陳官就交代佢辯護方向，係為林信從未達成協議，對串謀就毫不知情咁話嘅。29歲嘅無業女子潘巧賢審訊嘅時候曾經出庭自辯，陳官就拒絕接納佢嘅供詞。陳官引述潘巧賢盤問嘅時候，否認知道航線或者前往澳門要有船接駁等。陳官又根據潘巧賢同 Ivy 嘅訊息記錄，就肯定潘巧賢冇可能唔知道涉案嘅航線，冇可能唔知道 Alex 打算唔經海關出境嘅。通訊記錄當中，潘巧賢同 Ivy 係有問有答，而並非已讀不回，所以係冇可能唔知情嘅。細標題：得述費用達到30萬，仍然冇退出。好啦，咁啊，陳官呢就繼續指，當潘巧賢知道租船費用達到30萬元嘅時候，就開始起疑，但係呢就冇即時退出或者終止，仲繼續同阿 Ivy 商討點樣去處理。因此陳官就並唔相信潘巧賢只係傳話嘅。陳官又指，潘巧賢供稱唔知道 Ivy 有人嘅身份，即係 Alex 啦，又冇追問。陳官就反駁指，起疑嘅時候潘巧賢
不但唔應該知道佢嘅身份，更加唔應該繼續參與嘅，協助整件事情添。潘巧賢曾經喺錄影會面之下供稱話有朋友想出海玩，但係信息就顯示 Ivy 曾經話喺香港就上船當船 P 咁玩，船係接駁用嘅，可見租船嘅時候絕唔係當船 P 咁玩嘅。陳官認為一般人呢，如果唔係犯法逃避追捕，就唔會忽然之間咁緊急咁，又秘密咁租用船隻，又唔問價錢，而且離開香港去澳門喎，而且非經出入境管制站，否則正常嘅人大都可以正經咁正途途徑出入香港啊，但係方便又快捷添。因此陳官就話 Ivy 嘅友人呢度即係話 Alex 就必然係犯法被通緝，先會出如此下策離開香港，仲要越快越好咁話，價錢亦都唔係佢考慮嘅因素，所以推論林信、潘巧賢以及 Ivy 都必然知道 Ivy 嘅友人即係 Alex 可能係逃避警方嘅追捕，或者逃避法律嘅程序。陳官就裁定三人已經達成犯罪協議，有犯罪意圖，協議為協助 Ivy 嘅友人即係 Alex 離開香港。好啦，講完辯方就到話啦。辯方呢就為呢一個潘巧賢呢就求情指量刑嘅時候呢，需要視乎所妨礙嘅罪行有幾嚴重嘅。呢個案件呢，雖然呢就同蔡天鳳有關，但係控方呢就唔係依賴，亦都冇證據顯示潘巧賢係知述 Alex 因為乜嘢嘅罪行而遭受到調查㗎。因此呢，呢個案件性質就並不嚴重。咁辯方就繼續指潘巧賢唔係主腦嘅角色，原本可以唔涉入案件㗎。原本唔涉入案件，案中單純都係為咗幫人嘅啫，即係幫朋友啊。佢又冇個人利益，亦都冇俾任何嘅意見嘅，參與程度係低嘅。希望潘巧賢係可以繼續准保釋，等候判刑。啊！呢個公仔點解轉嚟轉去嘅呢？嚇？OK，我哋繼續啦。好，又正經啦。陳官呢就反駁話，即使一般嘅妨礙司法公正嘅案件呢，被告認罪再扣減刑期都需要判監㗎，所以呢就拒絕要求將兩人還押去到本月27日就判刑，即係6月27日，以待索取背景、被告嘅背景報告等。兩名被告呢就依次呢為41歲嘅遊艇公司男職員林信，以及係29歲嘅無業女子潘巧賢，同被控一項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。被控於2023年嘅2月24日至到25日之間，包括首尾兩日喺香港預期針對一名稱為 Alex 嘅男子有可能有相關嘅法律程序進行，並且有由執法機構進行而可能引致相關嘅法律程序嘅調查，一同串謀與一名名稱為 Ivy 嘅女子串謀作出一連串有妨礙司法公正傾向嘅作為，以妨礙司法公正，即係協助 Alex 緊急咁、秘密咁、非經由入境事務處管理嘅出入境管制站離開香港。好啦，咁啊，讀完呢一個之後呢，我哋就等啦。咁啊，等到呢一個6月27日呢，就會判刑噶啦。咁其實裁決嘅重點呢係有嘅。案發嘅時候 ，Ivy 經過潘巧賢聯絡林信，為友人 Alex 租船。
根據信息記錄，潘巧賢就冇可能唔知道涉案嘅航線，或者 Alex 打算唔經海關出境。Ivy 曾經話：響香港就上船當船 P 咁玩咯。船係接駁用嘅，船 P 即係船嘅 party 啊，喺船開派對咁嘅意思嘅。一般人若果非犯法，唔會忽然緊急咁秘密咁租用船隻前往澳門，又唔問價錢嘅。推論呢就話林信同潘巧賢呢就必然知道 Alex 呢可能逃避警方嘅追捕，或者法律程序都係逃避咁嘅意思。最後就話，即使無法肯定 Alex 就係抗港字，都等同罪成咁嘅意思。咁你話兩件案件有冇相連呢？咁啊官就話唔關事㗎，就算唔係 Alex 呢個咁嚴重嘅案件，都會一同係判罪嘅。好啦，咁去到呢度呢，就係要等下啦。陳官講明案中由林信安排船隻，聯絡船家同埋水手，潘巧賢同埋 Ivy 呢就負責傳話俾友人 Alex。即使根據證據無法肯定 Alex 就係抗港字，仍然足以裁定兩人係串謀妨礙司法公正罪成嘅。咁就到此為止。有更新嘅時候再同大家更新啦。不過我試下呢一個，點解會歪晒嘅？嗱，對正我歪咗嘅，呢個好得意噶啦，可以睇我頭頂，即係有啲花絮啊嘛，係咪先？啊，好有裙底啊！喂，啱啊！我睇到腳噶。OK，俾我試下先啊。其實仲有表情嘅。我試下呢一個，誒咁啊望正啦，咦咪又係唔知去咗邊？呢個好搞笑，好搞笑。OK，跟住咧就又有道具啦。不過我中意呢個背景，因為呢個背景嗱，我而家轉頭睇下得唔得？你記唔記得我背脊啊？即係有啲360度咁啊。不過佢最多佢唔喐手喐腳咪，你係見到我周圍喐手喐腳噶啦。係啦，咁啊，如果大家支持最好啦，咁啊講廣東話嘅頻道咧，就女仔把聲唔係好多，咦嗱，我又低咗啦，定咗啦，咁啊，所以都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嘅。好，仲有咩變化？好似有啲嘢變化嘅喎，我見到有啲魔鏡，又可以寫嘢添嘅。OK，咁好啦。咁啊，到此為止，等我再試下玩下呢一個啦。其實着呢件衫因為 cute 一啲，應該多啲人睇咁啊。OK，thank you，多謝，拜拜啦。有最新消息同大家講啦。同埋咧，如果有興趣咧，可以睇埋我有關於蔡天鳳嘅前家姑李瑞香。佢嘅作供同埋接受控方嘅盤問，我都係好詳細咧咁去用一個記事嘅形式咧，俾大家知道。因為咧呢個好緊要，到正式咧係審呢一個嘅蔡天鳳碎屍案嘅時候咧，因為嗰幾名嘅被告咧，據説都係抉擇咧係唔作供啊，咁所以咧係。即係唔作供，我擰下個頭都得。咁所以咧，咁詳盡嘅資料咧就冇嘅。咁咧我就已經第一日我就冇講到，不過我會補翻咯，我會補翻第一日。好多㗎，其實第一日。咁跟住，但係第二日、第三日、第4日、第5日啦，我一做落去咧，佢有幾多日啦，我都我眨眼就 OK 喎，仲耳仔都會喐添，係。咁我都有。做到好詳盡嘅視頻，咁但係因為可能大家都忙，我就冇連續咯。我分咗幾個，尤其是控方嗰度，因為控方嗰度都係
幾複雜嘅，咁我就去做咗啲嘅文字啦，即係好似字幕咁啦，以及咧就係用讀嘅方法，就好少話講嘅方法，同埋冇個人意見嘅，因為坊間即係有好多嗰啲陰謀論啊，咁即係當然嗰啲就攝眼球啦，咁你賺錢啊嘛，咁我而家又冇錢賺嘅，唔夠聽眾，唔夠觀眾，咁所以都好希望你能夠支持，點個讚啦，分享啦，評論啦，以及咧就係咯，仲有咩？Like、Share、Subscribe 係啦，Subscribe 訂閱啦。咁我本身都好忙，咁所以咧我都係抽時間去做，即係其實佔咗好多時間。最主要就係我覺得睇蔡天鳳呢件案件真係匪夷所思啦，為佢抱不平嘅。尤其是喺坊間，真係太多負面嘅嘢出嚟。咁其實對於蔡天鳳呢個悲劇嚟講咧，對個當事人係好唔公平。咁啊，當然都係好多嘅消息啦。咁同埋唔同嘅報社咧，去報嘅法庭嘅內容都唔同。咁我仲要睇下咧，有時間我會睇下咧，其他嘅報社有啲乜嘢唔同，我可能會有啲嘅補充。因為係嗰啲記者真係實在太辛苦，法庭記者好辛苦嘅，咁所以咧就都俾翻個 credit 佢咯，同埋報社咯，我就根據咧都係《星島日報》，因為一嚟佢嗰個風格比較統一啦，同埋有個根據先，咁跟住其他譬如01啦，或者係法庭線啦嗰啲，佢哋都會有去噶嘛，咁我就會再睇咯。我又唔知明報會唔會有記者就即係去現場，咁啊，因為都係好長時間嘅報導。咁好啦，咁啊希望大家鍾意啦，咁多啲嘅評論啦，睇下點樣可以做得更好啦。而家呢個公仔呢條鹿咧就喐嚟喐去，不過即係比較多啲活動咁樣咯嗬，同埋有表情嘅。我而家攞呢個表情，嗱我對住咧，佢又望住，歪嘅。我唔知點解，好搞笑。OK，好啦，係咁多啦。咁我又完成晒咧，其他嗰啲你就繼續跟進，繼續睇啦。Thank you，拜拜，多謝。